心跳停止未必就係終點嘅。研究發現喺生命邊緣，大腦依然會爆發出高度同步嘅活動信號。呢種電波同人類清醒時極之相似。你會覺得呢個只係垂死掙扎，定係大腦正帶領緊我哋進入另一個層次嘅意識？喺千幾宗案例入邊，有一種描述重複到令科學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佢哋話喺嗰度溫暖嘅金光入邊，見到一個穿住純白長袍嘅身影。嗰個人冇開口，但係你會感受到一種喺人間絕對揾唔到無條件嘅大愛嘅。嗰個身影會帶你回望翻成個人生，好似睇戲一樣，但唔係要審判你，而係要你明白，原來你一路都被愛緊。千祈唔好浪費你嘅生命。最後佢會溫柔淡同你講一句：翻去啦，你嘅時間仲未到。無論係原本冇宗教信仰嘅人，甚至係最硬頸嘅無神論者，經歷完呢場洗禮之後，佢哋對死亡嘅恐懼竟然徹底消失。究竟呢個身影係邊個？係大腦幻化出嚟嘅安慰劑，定係嗰個喺生命盡頭等緊我哋嘅真理呢？歡迎嚟到港人港字。喺呢條片入邊，我哋會結合科學數據同信仰視角，去拆解困擾咗人類幾千年嘅謎團——瀕死經驗。究竟嗰啲光影同歌聲係大腦最後嘅餘暉，定係靈魂通往另一個維度嘅門檻呢？所謂嘅瀕死經驗 （near-death experience） 通常發生喺心臟驟停、重創或者手術室入面血流如注嘅生死關頭。呢啲由死神手上被搶救翻嚟嘅人，雖然背景完全唔同，但佢哋講出嚟嘅細節竟然出奇地吻合。有人話佢穿越咗一條無邊無際、漆黑一片嘅隧道；有人見到一道極之強烈但又溫暖如火嘅光芒；有人話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絕對平安，甚至親眼睇住自己嘅人生好似走馬燈一樣喺眼前一幕幕閃過。甚至有人好似哈佛腦科醫生 Dr. Alexander 咁，喺大腦皮層完全停擺、醫學上無可能產生意識嘅情況下，竟然進入咗一個充滿大愛同光影嘅空間，見到一個穿住白袍嘅身影，同佢講：你係被深愛住㗎，你無嘢要驚。最顛覆認知嘅係呢啲經歷竟然跨越咗唔同嘅文化同宗教背景，有住驚人嘅相似性。以前嘅醫學界一直認為，人一斷氣，心跳一停，大腦喺幾秒之內就會徹底熄燈，意識亦都會隨之而消失。但近年一啲關於腦電圖嘅研究，竟然發現咗一個令科學家都摸不着頭腦，甚至覺得好震撼嘅現象。研究發現喺心跳停止跳動之後嗰30秒入面，有啲人嘅大腦唔單止冇靜晒，反而係突然爆發出一股極之強大嘅伽馬波同步爆發。伽馬波係喺腦科學入面大腦最活躍、頻率最高嘅信號。通常只有喺你極之專注，將所有記憶進行整合，或者做緊人生重大決策嘅時候，你個腦先會產生呢種波長。換句話講，死亡可能根本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啪一聲就斷晒嘅開關。相反，死亡可能係一個充滿生命力，甚至係極之壯麗嘅過程。喺肉體宣告戰敗嘅嗰一刻，我哋嘅大腦似乎先至迎嚟咗一場人生最後，亦係最精彩嘅謝幕。面對呢啲咁震撼嘅經歷，科學家又點樣去解釋呢？喺最理性嘅醫學模型入面，大腦只不過係一間複雜嘅化學工廠。當你嚴重缺氧、命懸一線嘅時候，呢間工廠嘅運作就會全面失控。入面嘅 NMDA 受體會被過度活化，身體會瘋狂分泌內啡肽嚟止痛，甚至會產生一種類似迷幻藥嘅化學物質，令你產生極之真實嘅幻覺。有神經科學家甚至提出咗一個好冷酷嘅拆解：你見到隧道盡頭有光，可能只係因為大腦缺氧，搞到你嘅視覺皮層不斷收縮，產生咗一種隧道視覺。你見到人生走馬燈，可能只係顳葉記憶區喺崩潰前嘅最後掙扎，將你一世嘅記憶碎片一次過爆發出嚟。所以喺純唯物主義嘅眼中，所謂嘅瀕死經驗根本冇任何神聖嘅意義，佢只不過係大腦喺全面崩潰之前
最後一場虛假嘅神經煙花，燒完呢個世界就咩都唔會剩低。但如果一切都只係大腦缺氧、神經亂、放電產生嘅幻覺，點解有啲人可以喺死咗之後準確描述翻急救室入面嘅擺設？點解佢哋可以一字不漏咁重複翻醫生搶救時講過嘅說話？甚至有人話自己好似個隱形人咁，睇到隔離房，甚至係醫院外面發生緊嘅事。如果個腦已經停咗，對外界冇晒反應，呢啲資訊究竟係點樣入到去佢哋個腦度？為咗解開呢個謎，紐約大學嘅 Sam Parnia 博士喺2014年帶領咗一項跨國研究，叫 Aware Study。佢哋喺多間醫院追蹤心臟驟停嘅患者，結果發現咗一啲令醫學界極之震撼嘅個案。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案例係一位57歲嘅男病人，佢心跳停止咗足足3分鐘，喺醫學定義上已經係死咗。但佢醒返之後，竟然可以精準咁描述醫生點樣用電擊器、護士點樣跑入嚟，甚至連急救儀器發出嘅聲響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呢啲可被驗證嘅記憶就好似一把重錘咁，狠狠啖敲碎咗嗰套簡單嘅幻覺論。如果大腦已經收咗工，連最基本嘅生理活動都冇埋，呢啲清醒嘅記憶究竟係由邊個接收翻嚟？呢個發現令我哋不得不去重新審視。或者意識同大腦根本就係兩樣完全唔同嘅嘢。講到呢度，我哋不得不提一位本來係徹頭徹尾嘅懷疑論者 John Burke。佢本身係一個受過嚴謹訓練、凡事講求數據同邏輯嘅工程師。對於所謂嘅死後世界、靈魂感應，佢後生嗰陣根本係嗤之以鼻，覺得呢啲全部都係迷信。但直到佢最愛嘅爸爸患上癌症，佢先開始被逼去正視死亡呢個課題。佢由一個唔信嘅立場出發，想用最理性嘅方法去尋找答案。佢用咗足足30年時間，深入研究咗超過1500個瀕死經驗個案，橫跨唔同嘅種族、文化，甚至係完全冇聽過神學嘅人。點知研究到最後，佢發現咗一個令佢徹底改觀，甚至覺得好震撼嘅現象。喺大量嘅報告入面，呢啲人竟然不約而同咁提到同一個光中嘅人物，而且有為數不少嘅人好明確咁指出嗰位就係耶穌。最令人起雞皮，甚至覺得不可思議嘅係，有啲當事人本身完全冇宗教背景，甚至根本冇讀過聖經，但佢哋描述出嚟關於嗰位神聖身影嘅細節，由眼神入面嗰種無盡嘅慈愛，到嗰種筆墨難以形容嘅榮光，竟然同聖經入面嘅描寫吻合得令人打冷震。Burke 認為，如果呢一切只係大腦嘅幻覺，咁每個人見到嘅應該係自己文化背景入面嘅嘢。點解會出現咁高度嘅一致性？呢啲絕對唔單止係大腦喺崩潰前嘅文化投射，而係人類嘅意識真真正正接觸到一個更高維度、更真實嘅靈性空間。呢個發現打破咗我哋對死亡嘅固有恐懼，或者當我哋嘅肉眼熄滅之際，靈魂嘅眼先至真正張開，睇到嗰個一直喺度等緊我哋、充滿大愛嘅真相。一切聽落都好似指向同一個神聖嘅真相，但事情又係咪真係咁一面倒呢？當我哋將目光放遠啲，去睇下全球跨文化嘅瀕死經驗研究，就會發現一啲好有趣，甚至係矛盾嘅對比。喺印度的個案入面，佢哋好少見到耶穌，反而比較常遇到類似閻羅王或者冥界審判官嘅角色。而日本嘅個案亦都好少提到所謂嘅光中人物，佢哋見到嘅更多係一條無盡嘅暗河，或者係已故嘅親人。呢個現象帶出咗一個好值得思考嘅課題：文化濾鏡理論。有人會質疑，如果每個人見到嘅影像都唔同，係咪代表呢一切都只係大腦自編自導嘅幻覺？但如果我哋換一個深度去解讀，若果宇宙真係有一個大愛嘅源頭，當一個靈魂處於生死邊緣、極度恐懼嘅時候，嗰股力量會唔會刻意用一種嗰個人最能夠理解、最感到安全嘅方式去顯現？呢種未必係幻覺，而係一種神聖嘅遷就。雖然每個人嘅翻譯唔同，但研究員 John Burke 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共通點，無論係邊種文化背景，嗰種無條件嘅接納、對一生過犯嘅憐憫，
同埋嗰種超越世俗嘅平安，本質上係完全一致嘅。或者文化只係一件外衣，當你剝開呢啲外衣，你會發現嗰道光嘅核心，其實一直都係嗰份喺生命盡頭等緊我哋超越萬物嘅本源。真相可能比任何宗教或者文化描述得更加宏大，因為呢份愛本來就係要跨越所有界限，去觸碰每一個失落嘅靈魂。講到呢度，其實大家內心最想尋求嘅答案係一個直擊靈魂嘅問題。當肉體歸於塵土嘅嗰一刻，你嘅存在到底仲剩翻啲乜？如果意識只係一堆神經細胞放電、化學反應嘅產物，咁大腦一停，一切就理應煙消雲散。但如果意識本身根本就係獨立存在嘅呢？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 Roger Penrose 同神經科學家 Stuart Hameroff 提出過一個震撼科學界嘅假說 OR 理論。佢哋認為意識並唔係大腦細胞生產出嚟嘅，而係存在於神經細胞入面微細嘅微管入面。換句話講，大腦唔係意識嘅造物主，而係一個量子接收器。當心跳停止，血液唔再流向大腦，呢啲量子資訊並唔會消失，而係會離開肉體，回歸到宇宙嘅大腦層入面。平時大腦係一個過濾器，限制住我哋嘅感知，等我哋專注喺呢個物質世界生存。但當大腦功能崩潰嘅時候，嗰種過濾功能就會消失。呢個時候，意識唔係熄咗機，而係徹底釋放。直至今日，最頂尖嘅科學依然解釋唔到冰冷冷嘅物質到底係點樣產生出有情感嘅自我，或者大腦只係意識暫時棲身嘅一個容器。當容器破碎嘅嗰一刻，我哋嘅意識先至真正回歸到嗰片永恆嘅大海。總結一下，如果呢一切只係大腦崩潰前嘅一場神經煙花，點解佢竟然可以帶俾咁多人一份跨越生死，甚至改變一生嘅平安？而且大家見到嘅劇本竟然係咁出奇地相似。但如果呢啲真係靈魂嘅真實經歷，點解又會處處見到我哋自身文化嘅痕跡？或者真正嘅問題係，我哋人類係咪太過傲慢，太早假設咗死亡就一定係生命嘅終點？研究過無數個案嘅心理學家 Kenneth Ring 講過，經歷過瀕死經驗嘅人，佢哋唔再係相信有死後世界，而係真真正正知道嗰度嘅存在。或者死亡從來都唔係一個熄機嘅掣，而係生命入面一次最華麗嘅大轉場。喺嗰個維度，再無宗教嘅分歧，亦無恐懼嘅陰影，只有一份最純粹、最無條件嘅大愛喺嗰度等緊我哋。你哋又點睇？如果你身邊有人經歷過呢種解釋唔到嘅奇蹟，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如果你中意今集關於生命同科學嘅深度探討，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港人港字。我哋下集見。